总统赖清德今仔发表年内头一届的元旦谈话，赖总统指出讲，政府施政的目标是坚定行民主的道路，强化经济，落实世代正义。针对咱国内政治纷争立法院通过的争议法案，总统是认为爱伫现前的体制内，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有媒体问到讲，目前朝野对立，敢会邀请大家坐落来啉大和解咖啡咧？总统是讲伊特别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伫团队代表队出发进前嘛会请因来总统府开讲国家大事。任内第一遍发表元旦谈话，以民主学习国力影响世界新局。总统赖清德展望台湾的2025年，第一个讲到国内政治纷争，对立法院伫冲突中三读通过选罢法、在违法、宪诉法三大法案，伊认为就要伫个现行体制内，依照民主的方式解决。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因若面对朝野严重的对立，赖总统也提出善意，讲伊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伫出发进前，希望会当邀请朝野第三团坐来讲国家大事。身为总统，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团结朝野，化解分歧。那我也打算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伫谈会中，赖总统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讲将会继续提悬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加经济韧性，并且深化加全世界民主强硬力的合作。伊讲极权主义若愈积极，民主国家就应该愈团结。因故最近有网红讲，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作为，敢若是欺骗台湾人办中国的身份证。对此，赖总统也向中国发挥。台湾有一句俗语啦，免钱的上贵。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前进中国去拿身份证，怎么样看都不值得啦。千千万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然后走入歧途。因为民主无价，自由不能折现，独对台湾采取种种的措施，这真的是对台湾表达善意吗？因若是毋是要恢复两岸关公？赖总统讲，真正做坏交流的是中国，并毋是台湾。若中国真正有诚意，竟然会当先由咱方的文旅会甲中国的海旅会谈判。也强调，台湾真愿意甲中国交流，因果原则是爱对等、尊严、健康有秩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